你太搞笑了。这女的是谁啊？复制女。你喜欢什么随便拿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品牌所有的店都被我们集团收购了，所以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。你就是要这家店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哎，贺锦熙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些不都是你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吗？我送给你，你还不要？顾西城，你太搞笑了。这女的是谁啊？不知道。贺锦熙，听说顾少爷已经结婚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女的。哎呀，管他是不是呢，反正顾少爷都说了要把整家店都送给他，还说了店里的东西随便他挑呢，可真是大手笔啊。是的。贺锦熙，你真不识好歹，等着吧，顾西城早晚是我的。啊？顾少怎么不来啊？人家没有时间啦。顾少现在跟我们在一起玩的次数是越来越少。他现在就是天天想着怎么去哄老婆，跟我们不一样的好吗？我还没见过他这个样子。贺锦熙，你站住！贺锦熙，你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顾西城，应该是我问你，你什么意思吧？什么我什么意思？我好心送你礼物，你不要还给我甩脸色，你什么意思？送礼物起码要看对方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吧。顾西城，你刚才在干什么？你是在用钱砸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么说，你不喜欢？我不喜欢，我特别不喜欢。哎，你们女人不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吗？啊！这是谁告诉你女人都喜欢这些东西的？以前所有的女人都让我给她们买包买礼物，你们女人不就这点爱好吗？那是他们，不是我。好，那是我错了，行吧？我现在知道你是好意了，是我反应太激烈了，对不起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送给你。你真的想送给我礼物？那你送我1天时间吧，日期你来选，但是那天做什么要由我来安排，怎么样？好，一言为定。骗人的是小狗。小狗骗人。进来。常总，这是顾总让我交给您的。常总，您还好吧？哦，我没事。这公司刚完成收购，抽走了集团一大部分的流动资金，我怕对集团以后的运营会产生影响，所以头有点疼。你说这顾总也真是的，说收购就收购，让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就因为这件事儿啊，所有人都弄得手忙脚乱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人家看完以后通知你来取。
何锦熙，哎，看看这些够吗？你这是干嘛呀？我看你挑来挑去那么麻烦，超市里的东西不都一样吗？我全买了还不行吗？你这是在扫货架好不好？你选的这些东西用不到的。这不都一样吗？说好今天都听我的，现在就想反悔了是不是？行，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好了，那我这边东西选的差不多了，我要去图书区看一下。哎，那这些东西呢？放回原处啊。我放啊？不然呢？老方啊，今天他们小两口都不在家，让露露呢随便弄点什么东西就行了，别弄复杂了。啊，是，老夫人，最近少爷跟少夫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了，少爷都不怎么出去玩了。是啊，还是得找时间带着锦溪出去玩玩。他是比以前啊懂事多了。照这么看来呀，不久就会传出喜讯了。让他们多多培养感情吧。哦，你带我就几个人，我想打打牌了。好嘞。哎，好，哎，好。这段时间有事情，想没想我啊？那要不要吃好吃的？你们想吃什么？这是公司前几天新招聘的人员名单，麻烦您给顾总看一下。顾总现在不在，回头我就交给他。哦，好，麻烦了。您客气了，王经理慢走啊。以前都是小苏一个人来这里，没见过你吗？小苏？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但是今天陪她来之后，还让我挺意外的。小苏是个好女孩，她上学的时候就到我们这儿来帮忙了，给我们小朋友买吃的、买学习用品，我们大家都喜欢她。哎，不过好一阵子没过来了，原来她是去谈恋爱了。她前一段时间比较忙。但是从今天之后，我都会陪他来的。那就好，那我们的小朋友一定很高兴。哎，你看，他和小朋友玩得多开心啊，小苏。小伙子啊，小苏是好女孩啊，你可得好好把握，要不然那就是你的损失了。院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你都要向我汇报，尤其是他身边新出现的女人。苏小姐，是我。啊，上次跟您说的人事名单现在已经报上来了，新来的人有王立业、胡敏、南宫琉璃。什么？南宫琉璃？对，南宫琉璃。啊，行，
我知道了，你帮我盯着点，有什么情况立刻跟我汇报。这个南宫琉璃还真是阴魂不散。顾西城，你今天总看我干什么？突然发现，你跟其他女人真的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就是个普通人呢。我问你，为什么院长叫你苏小姐，而不是贺小姐？我最开始来的时候，不太好意思说自己姓什么，就随口说自己姓苏。哦，原来是做好事不留名啊。那你以后去的时候，我陪你去。顾西城，你以后还愿意来啊？对啊。顾西城，敢不敢跟我比赛啊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比赛开始啦！我让你100米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喂，思源熙，现在顾西城身边有一个女人叫做南宫琉璃，你想办法把她弄走。南宫琉璃？他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把他赶走？她是公司新招的一批新人。可是我又不认识他，我怎么能……锦溪。那个，没什么事的话就，我们改天再联系。啊，拜拜。